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 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元朗啱啱收樓嘅全新項目朗天峰。我哋嚟到單位實用面積370尺，屬於兩房嘅間隔。首先入到嚟門口旁邊係開放式廚房嘅位置，曲尺型嘅工作台面，擁有兩個嘅電磁爐頭，上下都係收納嘅層櫃，而且會有雪櫃以及洗衣機等等嘅裝置。而另外呢度就客飯廳一體，佢往露台一出咧，轉過去可以見到景觀方面向翻東南，望翻去屋苑內游泳池嘅景觀。到房間嘅部分望下，首先左邊會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配上名廁，而對面呢就係客房嘅位置啦，可以利用特高樓底嘅優勢向上發展。而主人房呢配上特大嘅落地採光窗，令到空間感十足啊！如果大家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歡迎揾我利嘉閣 Cindy， 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